过来消息来看，8月中，台中警方抓到一个贼头，这个嫌犯哦，伫台中火车头甲东协广场的附近，专门找渔工来落手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靠路口的监视器画面锁定嫌犯。伫嫌犯搁再犯案的时，抓到人。本分局基隆派出所陆续接获多名移工报案，称在台中火车站附近走路时，身上财物遭窃。员警获报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调阅相关监视器，追缉犯嫌。经基中所员警调阅监视器，循线追查下，锁定一名头戴鸭舌帽、52年次的唐姓男子，在优势警力的包抄下，顺利逮捕唐姓窃嫌。依代唐嫌所称的小巷水沟内起获赃物，全案巡后，依窃盗罪将唐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嫌犯讲，伊认为渔工哦未去报案，所以专门偷摕渔工的物件。伊讲最近哦有偷着2万外块，甲皮包啊、证件这物件拢等伫水沟啊内底。警方嘛去水沟啊，甲这物件拢找出来。警方会搁继续追查，看敢有其他的受害人。